不管主人说什么，你都要努力去做。露露，别让我太为难。哦，知道啦。回来啦？怎么样？现在干净了没有啊？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哪有味道？啊？停！不要在我前走了，就是你身上的味道。我？没错。没有味道。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味道就是从你身上来的，臭死了，一身都是汗味。你赶快洗澡，快点！贺锦熙，你别太过分。多洗几遍，听见没有？方叔，我觉得少夫人好像变了一个人的样子。你说她以前多和善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呀，少夫人怎么突然就变了呢？哎，这些状况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到顾家以后才出现的呀。苏小姐，苏小姐人挺好的呀，她和少夫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哎呀，主人家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了啊。我会跟老夫人说，让她劝劝少夫人。你呢，做好自己就是啊。方叔，如果少夫人脾气要一直这么坏的话，我可就真的不干了啊！苏小姐，还在忙啊？对呀，我刚打扫完少爷的房间，现在把这个收拾一下。啊，你们真的很辛苦哎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都怪我表妹，露露，你们多包容包容她，好不好？那也不是啊，她是少夫人，我只是一个佣人，这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苏小姐，少夫人好像最近心情不大好，